你試下想象下，你今日行入去一間喺尖沙咀或者銅鑼灣嘅連鎖茶餐廳，坐低見到張餐牌，一個叉燒飯加杯凍奶茶，竟然要收你成80-90蚊，甚至過100蚊港紙。你望住嗰幾塊乾爭爭，仲要係凍冰冰嘅叉燒，再望下嗰杯淡茂茂、冰多過奶嘅所謂絲襪奶茶，你個心入面係咪即刻湧起一個字：耶？呢個係乜嘢世道啊？點解我俾緊高端嘅價錢，但係食緊低端都不如嘅質素？今日我真係想同大家赤裸裸咁拆解下，呢啲曾經代表住香港精神嘅連鎖餐飲巨頭，好似泰興、翠華咁，究竟係點樣一步一步將自己推入深淵？點樣由香港之光變成內地遊客口中嘅偽高端騙局？話說返去2000幾年到2010幾年嗰段黃金歲月，翠華同泰興真係風光到不得了。嗰陣時，如果你話去翠華食宵夜，好似有一種莫名嘅高級感，門口停晒名車，連明星都去打卡。翠華仲喺2012年嗰陣喺香港交易所上市，成為咗第一間上市嘅茶餐廳。當年嘅股價真係升到啪啪聲。但係大家有冇諗過，由嗰一刻開始，呢啲茶餐廳已經唔再係以前嗰間為街坊服務嘅茶餐廳，佢哋變咗一間追求業績、追求毛利率嘅上市企業。當一間餐廳要對股東負責，多過對食客個胃負責嘅時候，啲嘢食就開始變質啦。呢啲所謂嘅偽高端策略，第一步就係喺裝修度落功夫。你入到去，燈光要夠橙色，位要坐得比一般茶餐廳闊少少，餐具要印埋 logo， 營造出一種我係精品茶餐廳嘅幻覺。但係你只要食一啖，你就知出咗事。好多內地遊客以前睇港劇，覺得香港嘅茶餐廳係有一種靈魂喺度，點知嚟到一試，發現啲叉燒竟然係工廠件，啲公仔麵煮到爛晒，仲要收成70-80蚊一碗。你知唔知而家內地嘅餐飲業捲成點？喺深圳、廣州，你用同樣嘅價錢，人哋俾你嘅係升級嘅服務、新鮮湯嘅食材，仲有裝修得靚到可以拍戲嘅環境。難怪啲內地客喺小紅書上面瘋狂鬧爆，話我似唔似水魚啊？呢句話真係聽落都心酸。曾經我哋引以為傲嘅美食天堂，而家竟然變成咗水魚之都。講到泰興，大家最記得一定係嗰個冰鎮奶茶。當年真係驚艷咗好多人，用個碗裝住冰，入面放杯奶茶，唔會因為冰溶咗而稀釋。但係到咗今日，呢招已經玩咗20幾年啦。而家泰興最令人詬病嘅係佢哋嘅中央廚房模式，為咗標準化，為咗慳成本，好多嘢食都係工廠整好晒，再運去分店加熱。你話一間標榜燒味大王嘅餐廳，如果連叉燒都唔係現場燒，而係工廠叮反熱，咁同食便利店嘅叮叮飯有乜分別？但係佢哋嘅價錢就一啲都唔叮叮，收你貴一貴。呢種偽高端最叻就係用一堆包裝術語，咩秘製、原裝，其實背後全部都係工業化生產。翠華更加係一個傳奇式嘅沒落。以前翠華喺中環威靈頓街嗰間旗艦店，係好多香港人同遊客嘅集體回憶。點知2020年嗰陣，佢哋竟然宣布執咗嗰間旗艦店。點解？因為租貴，因為生意唔好，因為佢哋已經失去咗嗰份地道嘅味道。翠華喺內地嘅發展更加係一個大寫嘅尷尬。當年佢哋入軍上海、北京，標榜係港式精緻生活，一個奶油豬收人哋20幾30蚊，初期真係好多人排隊。但係內地消費者好精明，試過幾次之後就發現，你呢啲嘢食技術含量咁低，質素又唔穩定，憑咩收咁貴？加上近年內地本土嘅港式餐飲品牌好似肥汁米蘭、敏華冰廳呢啲，雖然敏華其實都係泰興旗下，但佢哋識得玩副線品牌去重新包裝，佢哋做得更地道，更符合後生仔口味。翠華嗰套老牌高端已經玩唔落去啦。你試下諗下，一個2000年出世嘅內地後生仔，佢哋係飲住喜茶，食住海底撈大，你同佢講翠華好高端，佢會覺得你係咪喺20世紀穿越過嚟嘅？內地客而家嚟香港係想追求一種 City Walk 嘅深度體驗，佢哋會去深水埗揾嗰啲開咗幾十年嘅老店，
或者去大排檔坐街邊食鑊氣。佢哋唔再係嗰啲見到名牌連鎖就衝入去嘅傻仔。所以當佢哋行入太興，見到個餐牌，再對比下自己喺深圳食嗰餐，嗰種落差感係巨大嘅。佢哋會覺得自己被冒犯咗，覺得香港嘅連鎖餐飲仲停留在消費信息差嘅年代，以為掛住香港品牌4個字就可以隨便掠水。而家最諷刺嘅係，呢啲連鎖集團喺香港都快要企唔穩。大家有冇留意到，呢2年香港出現咗一股北上消費熱潮？每逢禮拜六、禮拜日，成千上萬嘅香港人湧去深圳食嘢。點解？因為大家心入面都有一杆秤。喺香港食一餐偽高端連鎖店，2個人要400幾蚊，仲要俾人限時坐45分鐘，個侍應仲要黑口黑面。但係去到深圳，200幾蚊食到你嘔，人哋仲要櫃式服務，裝修仲靚過你。喺呢種強烈嘅對比之下，太興、翠華呢類高不成低不就嘅定位就變得好尷尬。你話佢平咩？佢絕對唔平。你話佢好食咩？佢又只係工廠質素。我哋再睇下數據，翠華嘅業績年年虧損，分店一間接一間咁執。以前係撤出內地，而家係連香港老巢都保唔住。太興雖然好啲，但佢哋要不斷咁開新嘅副線品牌，好似靠得住、敏華、錦麗等等，去掩蓋主品牌老化嘅事實。但係萬變不離其宗，如果你嘅核心邏輯仲係想用最低成本嘅工業化食材去賣最高日價嘅港式情懷，呢條路終歸係會行死。呢度其實反映咗一個好深層次嘅問題，香港餐飲業嘅崩壞。租金係一個殺手，呢個大家都知。因為租金太貴，所以老闆一定要提高翻台率，一定要壓低食材成本。但係呢個唔係你益錢嘅藉口。當你將一份最普通嘅即食麵改個名叫做特級出前一丁，然後收人50蚊嘅時候，你就已經同食客站喺咗對立面。有好多內地客話，佢哋嚟香港食嘢係為咗份人情味，但係而家喺呢啲連鎖店，佢哋只係見到人工味。啲侍應忙到踢晒腳，你想攞張紙巾都要等10分鐘，仲要俾人秒。呢種服務質素點樣支撐你個高端價位？喺北京或者上海，你收呢個價位，如果你咁樣對客人，你間鋪1個月都撐唔住。我哋再講下食物本身。香港茶餐廳嘅靈魂係咩？係嗰鑊氣，係嗰陣奶茶香。以前翠華嘅奶茶真係用幾種茶葉拼配，師傅手拉嘅。而家呢，好多分店都變咗用機器沖，甚至係用預調液。你話味覺係唔會呃人嘅，一個細路仔都飲得出分別啦。太興嘅燒味亦都一樣，以前分店門口係有一個個大爐，師傅即場燒。而家好多分店連爐都冇，啲燒味係由大埔或者內地嘅中央工廠運過嚟。你想食皮脆肉嫩？諗下好啦，可以俾到件唔係好乾嘅肉你，已經要還神。呢種偽高端嘅騙局，其實係一種集體平庸化。集團為咗方便管理，將所有嘢都去技術化。你唔需要一個好勁嘅大廚，你只需要一個識得拆包裝袋、識得禁制加熱嘅工入。咁樣管理係好方便，但係食物嘅靈魂就消失咗。當一間餐廳冇咗靈魂，佢就只係一個充滿商業同臭味嘅空間。大家有冇發覺，而家香港最好食、最受歡迎嘅，反而係嗰啲隱世嘅小店？雖然地方可能窄啲，但係老闆會用心去揀食材，會親自落手去煮。呢啲先至係香港餐飲嘅根。而太興、翠華呢啲，佢哋已經離地太耐啦。佢哋以為自己係大而不能倒，以為香港人同遊客冇得揀。但係現實係殘酷嘅，當大眾覺醒，當大家發現呢啲所謂嘅港式經典其實係收割智商稅嘅時候，佢哋嘅大撤退就係必然嘅結果。我曾經聽過一個內地遊客嘅評價，我覺得好中。佢話香港嘅茶餐廳越貴嘅越唔好食，反而係嗰啲開喺舊區殘殘舊舊，老闆會鬧人嘅鋪頭，
先至食到香港嘅味道。呢句話真係一針見血。呢啲連鎖巨頭，佢哋用金錢堆砌出嚟嘅所謂高端，其實係一種對港式文化嘅消費。佢哋將原本好地道、好草根嘅文化，強行包裝成一種奢侈品去賣，結果搞到兩頭唔到岸。講返翠華嘅大撤退，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哋喺中環威靈頓街嗰間店？當年2010年嗰陣係幾多港漂遊客嘅朝聖地。到咗2020年，因為捱唔住租金同生意暴跌，正式落畫。呢個唔單止係一間鋪嘅倒閉，而係象徵住一個時代嘅終結。嗰個港式連鎖可以隨便收貴錢嘅時代。而太興呢，雖然仲維持住好多分店，但係你睇下佢哋而家推嗰啲套餐，價錢係咁升，份量係咁縮。以前一盤菜可以2個人食，而家一盤菜得嗰幾條菜心，仲要收你50幾60蚊。呢啲已經唔係普通嘅通脹問題，呢個係一種割韭菜嘅心態。內地客嘅嗰句我似唔似水魚啊？其實係對香港餐飲業最沉重嘅控訴。以前內地人覺得只要係香港嘅就係好嘢，就係高級嘢。呢種心態其實係一種對香港繁榮嘅仰望。但係隨住兩地資訊日益發達，隨住內地生活水平提高，人哋發現原來你呢啲所謂嘅經典連鎖喺佢哋家門口嘅商場入面，質素可能仲好過你。呢種心理落差係會轉化成一種憤怒嘅。所以你睇到網上面關於呢啲連鎖店嘅惡評，好多都係來自內地遊客。其實我哋香港人自己又何嘗唔係咁諗？只不過我哋平時喺香港生活，有時為咗方便，無奈之下先去食呢啲連鎖店。但係當我哋有得揀嘅時候，例如週末去深圳，或者去支持返自己區入面嘅良心小店，我哋都會毫不猶豫咁拋棄呢啲偽高端。呢種大撤退唔單止係地理上嘅撤退，更加係食客心目中嘅地位崩塌。你話呢啲集團有冇得救？我覺得如果佢哋唔肯放下嗰份老大哥嘅傲慢，唔肯真正回歸食物本身，而係繼續玩嗰套資本運作、裝修升級、壓縮成本嘅遊戲，咁佢哋只會越走越遠。餐飲業係一個最誠實嘅行業，你對食材好，對客人好，人哋係會 feel 到嘅。你以為用個靚盤裝住嚿冷藏肉，再打個強光就可以賣貴3倍？呢個世界冇咁多水魚㗎。我想同呢啲連鎖集團嘅管理層講一句：2026年嘅今日，市場已經變咗，消費者要嘅係物有所值，而唔係偽高端嘅包裝。如果你哋仲停留喺2010年嗰種諗住靠名氣就發達嘅幻覺入面，咁最後嘅結果只會係被時代拋棄。香港嘅味道係應該充滿生命力嘅，而唔係冷冰冰嘅工廠流水線。睇返翠華，佢哋而家喺內地嘅分店正反無幾多間，好多仲要改晒名。太興喺內地嘅情況雖然好少少，但係都係要靠不斷減價、搞團購去維持。呢種情況反映出，當你嘅品牌日價消失咗，你就只能夠進入慘烈嘅價格戰。但係論價格戰，你點贏得過內地嗰啲大數據管理嘅餐飲巨頭？所以呢啲港式連鎖嘅唯一出路，就係要揾返嗰份失傳咗嘅匠心。乜嘢係匠心？唔係叫你裝修到好似宮殿咁，而係你可唔可以揾個師傅認認真真咁去燒一爐叉燒？可唔可以唔好用嗰啲淡茂茂嘅植物奶，而係用反高品質嘅黑白淡奶去沖茶？可唔可以唔好限住客人45分鐘要走，俾人食得舒服少少？呢啲嘢喺以前嘅香港係好基本嘅，點解到咗2026年反而變成咗一種奢求？歸根究底，呢個係一個貪字，為咗上市，為咗業績，為咗分紅，將一間本來好地地嘅餐廳變成咗一部賺錢嘅機器。當機器取代咗人情，當報表取代咗味道，呢個品牌嘅生命力就已經透支咗。太興同翠華嘅大撤退，其實係俾所有香港餐飲人一個警示。唔好以為香港呢塊金漆招牌係永遠唔會褪色嘅。如果你唔去保養佢，如果你唔去尊重你嘅食客，呢塊招牌隨時會變成你嘅墓碑。
我哋作為食客，其實要求好簡單，我唔介意俾多啲錢，但我介意我俾咗錢之後，你當我係水魚。我哋想食到嘅係一份有熱度、有誠意嘅嘢食。我哋想見到嘅係一間餐廳有佢自己嘅堅持，而唔係隨波逐流。如果連鎖店再係咁樣偽高端落去，我諗未來幾年，我哋會見到更多熟悉嘅品牌消失。呢個係市場嘅選擇，亦都係對嗰啲不思進取、只想掠水嘅企業嘅懲罰。最後我想講返嗰啲內地客，其實我好理解佢哋點解咁嬲。人哋千里迢迢嚟到香港，滿懷希望想食一餐正宗港味，結果你俾啲咁嘅嘢人食，仲要收人天價，呢種行為其實係喺度破壞緊香港嘅旅遊形象。希望呢啲連鎖大集團真係好好反省下，唔好再消耗我哋香港嘅家底啦。香港餐飲業要復興，絕對唔係靠呢啲偽高端騙局，而係要靠返實實在在、一啖入魂嘅味道。我今日講咁多，唔係想落井下石，而係真心希望香港嘅茶餐廳文化可以傳承落去。我唔想以後我哋嘅下一代只能夠喺博物館或者舊相片入面睇到咩叫叉燒，咩叫絲襪奶茶。我哋需要嘅係有靈魂嘅嘢食，而唔係一堆被包裝過嘅工業垃圾。呢場偽高端嘅騙局係時候要收場啦。各位老細，醒下啦，唔好再當大家係水魚啦。2026年，香港嘅消費市場已經進入咗一個新嘅格局。以前嗰種靠名氣、靠地段就能夠橫行無忌嘅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而家係內容為王、體驗為王嘅時代。無論係本地人定係遊客，大家追求嘅都係一種誠實嘅消費關係。你俾我一份真材實料，我俾返你一份尊重同支持，就係咁簡單。希望下次我去呢啲連鎖店嘅時候，可以唔使再一邊食一邊心痛自己個荷包，唔使再覺得自己好似俾人搶剪咁。香港嘅餐飲業其實仲有好多有心人喺度默默耕耘，佢哋可能無太興、翠華咁大嘅規模，但係佢哋贏得咗口碑。呢啲先至係香港嘅未來。至於嗰啲仲喺度發偽高端大夢嘅連鎖集團，如果你哋唔改變，咁我哋就只能夠喺時代嘅洪流入面同你哋講聲拜拜。最後，我想問下大家，你哋最近有冇去過呢啲連鎖店食嘢？你哋覺得佢哋嘅質素值唔值嗰個價錢？有無邊一次經歷令你覺得自己真係變成咗水魚？歡迎大家一齊討論下。香港餐飲業嘅路應該點樣行？其實決定權喺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嘅手入面。只要我哋唔再為呢啲偽高端買單，佢哋自然就要面對現實。講到呢度，我諗大家都明白點解呢啲曾經嘅巨頭會搞到今日咁樣。資本係一雙兩刃劍，佢可以令你快速擴張，但係都可以令你失去初心。當初心不在，品牌就只係一個空殼。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再次喺香港嘅街頭揾返嗰份令人感動嘅味道，而唔係呢啲冷冰冰、貴到離譜嘅偽高端騙局。多謝大家聽我講咁耐，今日就講到呢度。